跟住我哋其實就係涉及到大家喺呢度用錢嘅細節啦，係咪啊？我哋衣食住行咧都係需要用到錢嘅。咁呢度我哋分咗4個部分同大家詳細去講，盡量幫助大家，盡量幫助我哋嘅長者咧喺我哋呢一邊嘅生活咧係做到比較簡單便捷同埋平順嘅。好，首先我哋睇翻現金方案先啦。大家都知道㗎啦，呢啲政策上邊就係我哋每次出境最多可以帶2萬蚊嘅人民幣咧，係咪啊？同埋外幣咧，我哋係每人每次可以攜帶等值5000蚊美元嘅外幣嘅，咁就唔需要向海關申請啦。但係呢度咧要特別注意喎，如果你攜帶嘅現金當中有港幣嘅話，你要注意一下，就係香港嗰邊有規定，你哋抵港人士如果管有總值高於12萬港元嘅現金類嘅物品嘅話咧，你哋係需要使用呢個紅綠通道系統之下嘅紅通道向我哋海關做出一個書面嘅申請嘅，所以大家要注意啦。但係如果你係攜帶現金由香港進入大陸嘅話，仲需要遵守我哋大陸嘅相關規定，就係人民幣2萬再加等值5000蚊美元嘅外幣嘅。